最近北科大营队的学生有去台北一间海产大食饭，结果甲店头白饭食了后，因为店头未付传，这学生囡仔离开的时是留落来一粒星无好的评论。因的行为伫网络顶头引起批评。虽讲这学生已经有几啊届回失礼啊，店头嘛有接受啊，也毋过这件代志也无法度收煞。营队的总调集人伫昨昏半暝啊，佮有铺影片，佮一摆澄清说明回失礼。开门营业进前，头家就爱先煮饭传料，这是餐饮业者普通时拢爱做的代志。伫最近引起争议的北科大白饭事件，是初八暗有20几位学生到店内食饭，结果甲店内白饭食完了，留真侪1000的负评，互店头家真无奈。北科大自在营的工作人员随发声明，认为伫谷歌顶头有消费者评论的原则，也毋过头家是讲今夜有出入，双方讲法无同。网络的评论真多，学生随去店内会室的责任翕相，并实众怒。有来道歉了，那我也希望，社会大众们就是说，我们把事情就到此为止了。本来就是代志安尼就结束，也毋过学生讲有一寡媒体甲代志切头断尾，甲中一段夸大报道，互代志愈闹愈大，所以初十暗又总调录影片向外界回示的，说明代志发生的规个过程。也讲其中有一寡学生最近受到真侪批评，情绪真歹。他提到可以检讨和改进的部分，我们都非常认真的听了进去。但这种无异于事件处理且锋利的言论，我们不会照单全收。总调伫咧上新的影片内面几多遍回释咧，因若头家也早伫第一时间就接受学生的道歉，不过网络顶也是真侪人伫咧骂，好代志一直无法度煞。伫即马网络时代，每一个人拢是乐听人的社会，民众要安怎伫咧一个新闻事件内面有独立思考判断，是正重要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